个年务消息，根本为乡亲朋友少解，是平农人的客家歌手轻松。这段5年中的时间，便在中国海峡论坛开幕晚会当拜，为这届受到邀请的客家歌手。莫记球有年为了小组赛颁奖的第20届金球奖最佳行业歌手，然后最佳行业专辑的奖项。佢嘅专辑最中意胡明雄先生作品就係2005年因為金球獎，做你講係實實在在嘅金球最中意。由客家聽啲卷自成嘅陳松，新專輯再度入圍金曲獎最佳行業歌手獎項，實力得到肯定，竟然係創下一項紀錄。陳松成為中國海峽論壇開幕晚會唯得到邀請嘅客家歌手。我感覺也係一個歌太稀薄。以前台灣客家流行歌手，大部分有自家指揮，去做嘅宣傳，也係體擺伊能完全用這樣嘅大型發通嘅這樣嘅標準來唱陳松歌去創也台灣客家流行歌曲。胡明雄表示，陳松成為對岸先天嘅歌手，可見陳松喺客家歌壇將有一席之地。想必做得為台灣行業歌手開發中國市場。陳松嘅前幾種，我有喺網路看到都有佢嘅片本人托辦，一種賣14個9、13萬元人民幣。做馬嘅我哋唔去做咯，我本人嘅托辦佢用。作品已經超過100首嘅胡明雄講，創作嘅路途真艱辛。但已經由陳松甜美嘅歌聲來詮釋以後，能夠得到安泰嘅回響，再佢馬為客家歌曲傾心傾力，何況還有中國嘅歌迷等等客家聽力卷演唱好聽嘅客家歌。客家新聞潘成旺評論報道。